有什么得失心啊，但是就是得的是心啊。我有。怎么会有入围者在旁边骑路拜问你？看这边超远的。今天要拿几个？等一下，刚刚拍我的时候说怎么有入围者骑脚踏车，更正得奖准。金马公，这边是我得冠军的地方。等一下，我会得更多。靠北啊！刚刚前面都至少有几分钟吗？我们上去不到1分钟我们就下来。你讲了什么？我讲说形容我是不是？北拜啊北拜，然后就过去了。这个讲什么？大家都表现很好，很顺利。然后谢谢，然后我们就走。从访谈就已经开始乱，整个都乱了，整个都乱了，这顺序也都乱了。有乱吗？怎么可能乱？这演戏的，看不出来。怎么搞？现在心情怎么样？怎么搞？一边搞一边玩，搞完了。一边搞一边玩。Let's go. P game. P 眼大乐队，走。 Let's go. Let's go. 过来。你得奖了，你就不要上台。不会啦，我还蛮恭维啦，不会啦。哇！大家好，我是阿光妹。然后谢谢评审颁给我这个奖，然后就是希望我是老人的时候还是最佳的。谢谢大家，谢谢金奖。可以吗？不要哭啦，就是小难过、小失望，就是原本以为会更多啊。我本来想说讲一半，我跟你讲一半就好，还有5次可以分段讲，那靠北讲不到。其实没有得失心没有很重啊，其实我唯一比较失望的一点就是，那哪炸啥呀？卖分5段讲，一段讲讲的，啊！我跟他对家的后边辛苦的人加歹势。我们因为热爱音乐，然后喜欢嘻哈，这些东西带我们来这些地方，就是已经很满足了。就一支麦克风而已，让我们这些没有学过音乐的人，可以站到这种音乐殿堂。这是熊哥告诉我。OK， 这是2024吗？2024金鹰奖。得奖了！我现在得奖者，我就说过我是得奖者，圆满成功啊！好，我们现在要去庆功宴，谢谢大家。